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利嘉閣 Cindy， 歡迎大家收睇盈盈睇樓團。新一年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順順利利。2026年新鴻基首度為新盤打開序幕，繼2025年以4.3萬票王稱冠嘅 CVRC， 第二 A 期西沙灣再度開賣啦，我哋一齊嚟睇下。今期總共4座物業，合共提供727伙，涵蓋1房至3房戶型，預計關鍵日期2026年9月30日。先講下環境配套 ，CVRC 係西沙綜合發展項目嘅其中一環，亦係新鴻基歷來最大型嘅私人住宅發展項目。樓盤對面係130萬平方尺，集運動、娛樂、餐飲、生活休閒體驗於一身嘅西沙新地標高柏。除咗有戶外遊樂場，亦提供咗寵物友善共融空間。運動場包括足球場、網球場、高爾夫球練習場。另外，高柏 Aqua 水上活動中心亦都可以玩水打卡。商場亦設有不同類型嘅餐飲食肆。嚟緊高柏2正式開幕，將會有一田超市、中大醫務中心及英基幼稚園，滿足到唔同生活嘅需要。樓盤基座亦都設有巴士總會，會因應陸續入伙人數而增加班次。同時亦都有候車室，住戶可以涼住冷氣，有地方咁樣坐住等車。而現時主要嘅線路就有畫面所示。會所連花園面積共148萬平方尺，湖畔有5座董事屋提供俾住戶參加派對，亦都可以提供到會餐飲服務，每間都有唔同主題，有提供婚禮場地，可預約婚禮策劃師。戶外空間有寵物天地、兒童遊樂天地、Bean and Cook 區域有披薩爐，入邊亦都有水間種植櫃，概念都非常好啊！戶外仲有台上耕種設地，幾特別嘅設計，種植嘅時候就唔使彎低腰咁辛苦啦。另外仲有室外籃球場以及泳池等等。到室內嘅區域設有唔少座椅，住戶可以自修或者休息等等。24小時健身室設備亦都好齊全。室內會所樓上有咖啡，可以飲個茶食件 cake， 而樓下呢就係主餐廳嘅部分。適逢最近聖誕節，呢度都好有節日氣氛啊！講咗咁多，帶大家嚟開箱一個2房單位啦。1A 期1座6樓 F 室，451尺，屬於2房間隔。睇返當時價單，業主買入折實價507萬，約11000尺價。而今批2A 期同樓層尺數相若嘅單位，折實價483萬，約1萬尺價。可以見到發展商今次嘅開價都好保守，並唔算進取。不過當然啦，景觀上都會有分別。呢個單位向西北，遠望海景，近望西沙高柏嘅景觀。而啱先對比嘅2A 期5座 G 單位就向西南，主要望山景為主。首批開賣價單148伙當中，平均折實尺價10968。對比 CVRC 1B 期二手成交12700到13600，仲要再折讓2成，唔怪得發展商都話呢個係夢想成真價啦。首批開賣嘅單位主打2房，折實454萬入場。如果想了解其他單位或者詳情，歡迎問我攞價單以及最新資訊。而喺 CVRC 收樓短期間，已經創下多宗租務創新高，以及短炒獲利個案，絕對係投資者嘅天堂啊！而家2A 期再度開賣，上次抽唔到嘅朋友仔，今次有多次機會啦！快啲揾我利嘉閣 Cindy 睇樓同埋入飛啦！如果想了解呢個盤嘅價單或者詳情，歡迎聯絡我啦！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！